美国前总统 Trump 涉嫌提钱他人罪，个报公社去互起诉，明仔载陪审团队做出判决。北韩伫咧两韩的边境放鸡龟仔，南韩的军方发现是有900粒鸡龟仔有吊塑胶袋仔，内底怀疑受底垃圾米。南美洲哥伦比亚通过法案禁止毒牛，上紧2027年就生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政治消息。荷兰新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是同齐提名前情报局长史库夫来做首相。这个史库夫过去也掌管过移民部门，所以讲伊就强调讲，未来伊会执行荷兰有史以来上界严格移民政策。荷兰发表新任首相，伊就是情报和安全总局的前局长史库夫。For me, this is a very intense moment. I never would have expected to be asked. 今年67岁的史库夫目前是司法部的资深官员，过去捌领导反恐部门，在千禧年初期掌管移民事务。荷兰极右派的政党自由党，在去年11月国会大选变作上大党了后，党主席华尔德斯因为形象伤极端，决定要家己来出任首相。经过6个月的协商，总算和自民党、新社会客服党和农民公民运动党达成共组政府的协议，适当推派无党的史库夫领导内阁。Van ons land. Zijn kwaliteiten nationaal en internationaal geven goede hoop op een bijdrage aan stabiliteit van het bestuur. In de functie van minister-president kan ik, zowel binnen de politiek als in de samenleving, heel direct bijdragen aan verbinding. Dat is voor mij een waarde op zichzelf. 史库夫在记者会顶悬强调讲，伊是全面的首相，要互华尔德斯牵得行，但伊会真有魄力来执行4党协议提出的主张，包括索安移民政策、替民众提供生活的保障，而且关注国际安全议题。史库夫按算在6月底进前完成组阁，根据4党协议的内容，半数国员会互外部的专家来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涉嫌提钱他人罪个报公社案件，辩护律师甲检察官暂时开6点钟结案陈述，即阵是交予陪审团来判决，这 Trump 到底敢有罪？这结果分别是分3种：无罪、无效判决甲有罪。若是去互判无罪，当然是 Trump 上想要爱，结果伊是大赢的。也若是无效审判，就是爱个定审；也若是判有罪 ，Trump 就会成做美国头一个去互定罪的前总统。目前这陪审团的判决上界主要的争议点，就是这敢是吕方生共卡油讨钱的，也有第2，就是证人捌做过伪证，伊的证词敢会信到值。也若是第3，这提钱他人罪的是 Trump 律师甲处理的，也是讲是 Trump 交代伊本人敢知情，这拢是真重要的关键。这判决的结果，预计是明仔载就出来。虽然 Trump 目前的支持都是领先拜登。不过，根据民调，若是 Trump 去互定罪，都有53%的中间选民袂转互伊，对选情来讲也是真大影响。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坐车离开纽约曼哈顿法院时，向当地两边的支持者握手来致意。当地时间2日，川普伫法院听2016年经由前律师科恩支付验签丹尼尔斯13万美金封口费案件的结案陈述。要求法庭的休庭，等待12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针对川普所面临的34项指控来做出历史性的裁决。按照纽约州的司法制度，若陪审团裁定川普无罪，川普会得到完全的胜利。另外，若陪审团无都针对被告是毋是有罪来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就可能宣布是无效审判，需要选新的陪审团重新再审。也若川普伫任何一项指控顶面被认定是有罪，伊会成做美国头一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同时也是头一位以罪犯的身份来参选总统的主要政党候选人。即阵川普也差不多确定，一定会对这个判决来提出上诉。也若这个判决的过程可能会用几个月，甚至是爱更加久的时间。礼拜即天，美国驻7名亚青劳勃迪尼洛也出现伫法院外口，伊甲川普的支持者相骂。劳勃迪尼洛伫法院外口开记者会，大骂川普是小偷啊，并且警告选民，若是搁再互川普入主白宫，搁再做总统，美国民主甲选举制度就此会终结咯。He was just another grubby real estate hustler masquerading as a big shot.
a two-bit playboy lying his way into the tabloids, pretending to be a spokesperson for himself. He was calling it as himself for himself to fool the press into inflating his net worth. A clown. 针对这场法院外口的记者会，川普电影强调，拜登电影和老婆迪尼洛出来讲话，证明已经唔知要哪做啊！这找这个已经过气的演员出来坐镇。根据路透社顶礼拜民意调查，川普甲拜登伫已经登记的美国选民内底支持率是差不多。不过，皮皮社甲美国市调公司新间咨询今年早前的民调显示，若川普互定罪，伫主要无确定的州有53%的选民被投予伊，也直接影响到川普在一个总统选情。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原来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是对去年12月开始停止补贴弱势族群，把这粮食拢囤起来藏，怎引起抗议？即阵法院是裁定政府就要随甲粮食分类予资产食堂，不过这政府迄边是无按算要照做。几个月以来，像这种抗争场面，伫阿根廷已经是看甲袂看。伫总统米雷伊上任以来，因为推行勤俭政策，要来救特别破产的财政，是持续受到以左派支持者为主的民众在抗议。当地时间2八，民众抗议的诉求是针对外团政府甲本地要互祖先食堂的粮食扣条，要求政府要改变政策方向。Y de lo que estamos planteando, el conjunto de los trabajadores que estamos en lucha, es llamar a un Congreso Nacional de Unidad Nacional para luchar por una salida política para la clase obrera y voltear las políticas económicas de este gobierno. Nosotros decimos que este gobierno de Milei no puede seguir ni un minuto más. 因为过去几任政府的政策造成财政是特别破产，在米雷伊上台了后，是推动敢若是后这危机期间各国的勤俭政策，甲社福者公共支出拢大大抬调，引起民间的反弹。另外，为着救济占全国人口差不多4成到5成的善食人，政府供应粮食予 NGO 营运的慈善食堂，除了预算红台减，政府嘛指控部分的 NGO 为着扩大抗争的规模，要求善食人参加抗议来换粮食的配给，因为安尼因决定要改变做法，还阁透过 NGO 来发放这救济物资。除了一寡民众是一直行起伫街仔路的抗议，法院嘛伫27做出裁定，要求政府爱随发放粮食。但是米雷伊政府看起来是无拍算要照办。Obviamente que vamos a apelar la resolución porque consideramos que esto no es una cuestión de índole judicial, sino una definición de política pública. Y la justicia no se puede entrometer en la política pública. 除了反对党和司法单位表态，阿根廷天主教会嘛呼吁政府爱较紧发放粮食来救济善食人。不过阿根廷政府是重申讲，即马留的这大堆的粮食是为着要因应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天灾。公视新闻施家人编译。南美洲哥伦比亚的国会昨通过法案禁止毒牛。过去这国会便若要推杀禁令，拢会去互支持者用传统文化，也是讲相关的工人的无头路来反对。双方达成7年法案即阵通过，2027年就会生效。Alejandro García Ponente vota sí。一票赞成，为动物保护署写新的篇章。南美洲哥伦比亚下议院2以93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禁止斗牛法案。Lo que hay aquí hoy es un país que dice que no hay ninguna forma de tortura que pueda considerarse cultura en este mundo. Colombia le da ejemplo al mundo entero hoy, porque nos volvemos una sociedad cada vez menos violenta y por lo tanto cada vez más civilizada. 斗牛伫哥伦比亚是一项真受到欢迎，也毋过必须到争议的活动。过去7年，支持动物权利人士一直在游说，希望哥伦比亚甲巴西、智利以及阿根廷这国家同款，卖国家虐待动物当作娱乐。因为这摆互反对人士以保护传统的文化，也有相关劳工的权益受到损害为理由而反对。哥伦比亚宪法法院2018年也裁决。斗牛是各国文化一部分，不过伫首都波哥大这城市陆续来实施限制了后，动物权慢慢得到支持，这法案最后终于通过了。Pues desde hace ya mucho tiempo detrás de la prohibición de las corridas de toros en el país, porque en un país en donde estamos hablando del logro de una cultura de paz, tenemos que pensar también en que la paz
es con los animales, no solamente entre nosotros como seres humanos, sino que los animales también merecen el derecho de vivir. Un golpe muy duro para la cultura, un golpe muy duro para el campo, para el campesinado colombiano y para las personas que dependen de esto, porque eso no es solamente que dependa un torero o dos. Aquí depende la persona que trabaja en el campo, la que transporta el toro, la que lo alimenta, el veterinario, en fin, hasta el vendedor ambulante. 法案经过总统批准了后，2027年就会正式来生效。在过渡期间，各国政府的辅导斗牛相关产业的劳工转图就业。虽然东部人士预期法案会拄到拍官司的挑战，也不过因有关乐观来看待，因为3年了后，各国会脱离这个斗牛的恶名。全世界上温存斗牛的国家也有厄瓜多、法国、墨西哥、秘鲁、葡萄牙、西班牙加委内瑞拉这7个国家。国际新闻是万宁编译。带大家来看一款新形态消费风潮——假消费挑战。唔知咱边仔这几句话，观众朋友敢看到有真熟悉？亲像是这足忝的，说讲到食好料奖励家己，也是讲反省以后会用着先买起来啃，也是讲这买新的反省工课就搁较有效率，甚至是讲加买一项嘛无加开偌济。袂少人拢是安尼，家己找各种理由，互开钱变甲合情合理，说讲钱着安怎趁都无够开。今日咱要讲的新风潮，就是要互大家想好清楚，想要买，无等于是一定爱买。一本2018年出版的册《无消费的一年》，最近就穿起来，写真侪人挑战1年来干那买生活必需品，佮拍影片分享因的生活是安怎改变的，咱做伙来看。那整理沙图，那找家己要伫的物件，住伫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创意总监博曼一当前开始挑战一档无消费的活动。这是最近几档影音平台 TikTok 面顶开始出现的挑战开钱少的潮流。甲伊古早设计衫的博曼，一直透过少钱去买甲伊的服装，一直到伊开始无法度负担费用，才决定要改变家己买物件的习惯。而伊的这个歹习惯，是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引发的。So my pandemic spending was everything from redoing my apartment to buying ridiculous bathrobes to buying, new sheets every 3 months. 博曼透过甲朋友出来人讨论伊的财务危机，甲问题公布伫 TikTok 影片内底，互因会当直接面对家己的问题。伊的影片嘛吸引愈来愈侪人去看，累积超过6万名支持者，其中各有影片的欣赏人次超过100万人次。My turning point was when I realized that I had 5 figures of credit card debt that I'd been cycling through for the last 10 years. I got really fed up with just constantly being in a cycle of buying and paying off debt, buying and paying off debt. And I just wanted to take control of my spending and get it under control. 像博曼同款过度消费的人是真济，而这挑战是为新冠疫情流行进前，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册《无消费的一档》。作家凯特分享伊的挑战心得，认为无消费毋是真正无要买物件，是爱控制冲动购物，只有买生活必要的物品，毋通因为各种折扣，囤的物品超过需求。另外，凯特嘛记录改变的消费观念，表示若是追求搁较济，嘛无法度满足，不如颠倒莫搁追求，颠倒互伊找到上适合斗阵的朋友，是不管伊做啥物，拢会当支持伊的人，互伊伫个心灵甲时间面顶得到搁较济。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真侪匈牙利的民众为着保护地球，互因的后一代有较好的生活环境，选择转去庄脚过简单的农村生活。因着家己种菜、饲猪、牛鸡鸭，甲厝边交换物件过日子。咱做伙来看。卡麦斯一家3人住伫匈牙利东部真远的庄脚已经3年外，伊甲太太家己种菜西果子、饲鸡猪只的种生，太猪甲厝边来换其他肉品甲食物。伊带还未读册查某囝斗阵做饲种生的饲料，栽种的时阵也拢无用杀虫剂，而且减少冰土的次数来保持土的味道。卡曼斯讲，这个土地是准备留互查某囝的遗产，爱好好照顾。This land we have not inherited from our fathers, but we have it on loan from our children. They will continue to look after it, so we try to live and farm the land in a sustainable way. 甲卡曼斯有共款想法人袂少，根据非正式的统计数据，目前匈牙利差不多1000多人离开都会城镇，转去庄脚过自给自足的永续生活。有的人是住甲离别人真远，有的是组成互助聚落，交换彼此的作物、种生甲生活必需品。This provides enough meat for about 2 months.
Sometimes we smoke it, sometimes we freeze it, and sometimes we slaughter a pig for filling to make sausages. So about 5 such pigs are sufficient for one family for a whole year. 画家甲太太原本是咨询公司甲太阳联邦的创业主，4年前移转美术业，搬到西部的庄卡来种植，一切自头学起。We had no experience at all. We used to live in the city, and we never did any gardening. But somehow we felt it in our heart that we really needed it. 画家讲搬到庄卡的生活，互伊感触真济，毋是大家人拢能适应。毋过伊甲太太，互家己为都市人，正做庄卡的农民，希望用上自然的方式，甲土地和平共存。毋过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并不实际，部分必需品也是照做外地来提着。卡曼斯也承认，也是用网络开支付电费钱甲加数，也个买零制品，也个糖。每个月开销未超过22000台票，毋过伊讲一家伙仔生活尽量是用自然内底摕到的，未去挖靠外来资源，将避免过度的消费。We don't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here. We don't want to save the world or become some kind of superheroes. There are plenty of those out there. We would like to produce most of what we need. 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前几年疫情滚价，即阵个通货膨胀加上存款减少，真侪美国的动物保护区已经强要经营袂落。一只牛仔囝伫咧食草，另外一只牛伫咧晒日头。这规阵的羊是悠悠哉哉、慢慢伫咧散步。美国卡斯基尔山有一个家庭式经营的动物保护区，离人口上侪都市纽约市无偌远，所以有真侪人会来遮度假。卡斯基尔山动物保护区内面有饲大约200只动物，包括羊、18只牛、鸡、火鸡，加一只2礼拜就拢看无的马。这款动物有一寡是对农场走出，有的是对驶去屠宰场的脚车顶跳落来，有因为农场的主人过身无人照顾，有一寡是无厝通转去，家己一个伫咧路的或者是树林内面拉拉索，也有就是其他的动物保护区送来。The biggest challenges facing animal sanctuaries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simultaneously. Costs are through the roof. Costs of our most essential supplies like hay and grain and medical care are through the roof, not going up incrementally, but going up by 10, 20, 30, 40, 50%. At the same time, donations are down. Donations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dest $10 donation to the huge philanthropic gifts that come in every year. Donations are down. So in an ideal world, you certainly don't want those two forces colliding and happening at the same time. 因为动物保护区的经营愈来愈困难，所以史蒂文斯决定对其他45个无同规模的保护区做非正式的调查。结果发现，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了后，动物的生活用品成本拢起价。有37.5%的保护区讲成本增加1倍，1/3的保护区是讲民众的捐款减25%，更加有1/5的保护区讲捐款减50%，也有要讲1/3的保护区讲因这么正担心保护区内面动物的生存空间。If sanctuaries continue shutting down the way they have started to shut down, a lot of these animals will starve to death. We're seeing it happen already. In another just as grim scenario, they would probably be sent to slaughter if officials, for example, have to intervene. Once again, there's nowhere for 2,000-pound cows to go, so they presumably would be sent to slaughter. 为了要让卡兹基尔山动物保护区会当继续经营落去，史蒂文斯已经将预算大幅度减少。伊也希望大家会当继续捐款，协助度过目前的困境。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已经200档啊！伊的家乡德国，佮有创作这条乐曲的地点奥地利，拢有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124年5月初7，维也纳的皇室贵族社会精英受到贝多芬的邀请，参加维也纳皇家宫廷歌剧院管弦乐团伫肯恩顿门大剧院所办的第9交响曲发表会。
迄当阵身体无爽快，耳孔听无，也已经12年毋捌伫咧舞台顶出现的贝多芬，亲自徛起咧指挥台，为了要纪念第9交响曲合唱诞生200周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公开展示珍贵的贝多芬手稿、乐谱顶头的修改是创作的分量。Das ist die Partitur von Beethovens 9. Symphonie, dessen Uraufführung sich jetzt zum 200. Mal jährt. Ja, ist handschriftlich von Beethoven aufs Papier gebracht. Wie man sieht, nicht in einem Schwung geschrieben, sondern eben auch mehrfach korrigiert, redigiert, in verschiedenen Versionen durchgestrichen, wegrasiert, neu geschrieben, bis es eben jetzt zu dieser Partitur dann schlussendlich gekommen ist. 伫维也纳南边30公里远的温泉疗养圣地巴登，就是贝多芬故事第9交响曲的所在。迄当阵伊租的厝，即马已经变做贝多芬纪念馆，展示伊在生时阵所留来各种物件，亲像伊灵感一来，随就甲音符记伫咧窗仔门的茶坑，由德国诗人席勒作品《欢乐颂》所改编的大合唱，谱出庆生的喜乐，抑个自由的快乐。真侪人甲《欢乐颂》看作是贝多芬伊心内政治甲社会理念，是对和平的希望，对统一、对司法一家的愿望。伫1985年，欧明也甲《欢乐颂》评做官方的名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